元旦假期去邊度玩好？住溫泉酒店睇梅花呢條路線啱唔啱你哋啊？從江門市區出發1個鐘就可以去到新興嘅金水台溫泉。元旦假期699蚊，含住1晚，含自助早餐，含自助晚餐還有樓下無限次嘅溫泉。溫泉區仲有衝浪池夠晒好玩。699蚊，呢個係我副歌價只有揾個副歌先至可以攞到呢個價位㗎。你網上600幾都唔含自助晚餐，但我副歌呢個699蚊含埋自助晚餐第二日可以去開平大沙睇梅花，又或者去新興嘅西水村睇梅花，同樣都係免費觀賞。不過呢，元旦假期邊度都人多車多，想出去玩嘅朋友最好早啲出發。想訂房嘅朋友記得提前揾個副歌副歌平時介紹咁多好玩好食嘅地方俾大家，如果大家出嚟食飯，記得嚟我間都會山莊我哋都會山莊專食新鮮無花果雞，我足足俾咗成2斤嘅新鮮無花果類煲湯，啖湯又潤又清甜。我喺都會山莊等你哋